永不放棄星號排球比賽。第1章，暴雨前的維港。啟德體育館的智能穹頂緩緩開啟，8萬人屏息望着投影在天空的香港地圖。太平山的燈火與維多利亞港的浪花交織成賽前動畫。美國隊員着口香糖踏上場地時，主場觀眾席爆發出震耳欲聾的跺腳聲，那是用粵語喊出的戰鼓，頂住，頂住！他們的攔網高度比數據高了3公分。隊長李若曦扯下護腕，前繞右腕的肌效貼早已被汗水浸透。大螢幕影出他鎖骨處的舊傷，那是3年前在旺角街場被鐵絲網劃出的疤痕。自由人阿敏突然指向美國隊教練席，他們在看退場通道的綠光指示燈。第1局開場3分鐘，美國隊6號的重扣便打碎了香港隊的雙人攔網。排球砸在若曦腳邊時，他聽見觀眾席傳來玻璃瓶滾動的聲響，有人摔碎了維他奶的瓶子。減號減號減號。第2章，獅子睜眼。14-24，賽點。電子播報聲響起時，穹頂正模擬暴雨模式，冷藍色燈光如鋼針刺入場地。美國隊主攻手故意將球拍向香港隊替補席，曉彤閃身避開的瞬間，身後牆壁的智能圖層顯出裂痕，那是上屆東亞運韓國選手撞出的凹痕。換人，教練扯開西裝紐扣，露出內襯袖的黃大仙廟符咒。曉彤甩掉運動外套，左手護腕的獅子山輪廓突然泛起微光，智能穹頂仿佛被喚醒般開始掃描他的瞳孔。美國隊的跳飄球帶着死亡弧線襲來，曉彤卻在千鈞一髮之際跪地戰球。若曦忍着右肩脫臼般的劇痛起跳，打出一記廟街拐彎，那是他在油麻地天台球場練就的貼網斜線扣殺。當鷹眼顯示球壓邊線時，穹頂突然切換成獅子山日出模式，岩壁投影中竟浮現60年代建築工人攀爬竹棚的剪影。減號減號減號。第3章，維港快攻。他們在模仿我們的呼吸節奏。第4局開場前，阿敏指着美國隊員戴的智能手環尖叫。若曦望向記分牌上2-1的局數，突然撕開右膝的肌效貼，露出手術留下的蜈蚣狀疤痕，那是他在深水埗劏房樓梯間摔出的舊傷。曉彤抹去鼻血，在掌心畫出港鐵路線圖，打荃灣線快攻，記得嗎？當他祭出招牌的青馬吊橋式二轉，美國攔網手果然如預期般向左偏移，卻沒發現若曦正駛出中環電梯部，那是他在半山自動扶梯逆向奔跑練就的錯位起跳。球擊中對方場地的瞬間，全場手機突然同步亮起紫荊花投影。美國教練營出的戰術板撞上智能環形屏，炸出漫天星辰般的數據流。減號減號減號。第4章，紅磡迴旋。決勝局15-14，若曦的右膝已腫如菠蘿包。美國隊長裂開嘴露出牙套冷光，你們的奇蹟該結束了。此刻穹頂開始模擬颱風警報，暴雨音效中卻傳來獅子山下的鋼琴前奏，竟是對方自由人的智能護膝在接收香港電台信號。當美國隊3人攔網封死直線，若曦眼前突然浮現14歲那年的紅磡街場，暴雨中的他對着貼滿樓盤廣告的圍牆練習扣殺，水泥地上積水影出九龍城寨的殘影。身體比意識先動了，那記帶着螺旋雨水的紅磡迴旋竟打穿攔網縫隙，在對方場地炸開維港煙花般的熒光粉塵。減號減號減號。終章，浪淘有光。頒獎時智能穹頂傳開，真正的星光灑在曉彤接過的 MVP 獎杯上，底座竟是微縮的獅子山岩壁。更衣室裏，若曦將染血的護腕鎖進貼着唐樓重建紀念標籤的鐵櫃，櫃門影出窗外啟德郵輪碼頭的航線光點，
如散落南海的明珠。元朗青少年排球營的視訊請求突然彈出，鏡頭裏滿臉雀斑的少女舉起新秀的護腕。我們改良了維港快攻，叫沙田新城市突襲。浪濤聲從智能音響湧出，蓋過若希膝蓋的刺痛。他望向熒幕上閃動的獅子山全息投影，突然明白，這座城給予的傷痕，終將化作鎧甲上的光。減號，後記：當夜維港無人機表演出現意外畫面，500架無人機組成的排球撞向獅子山，化作漫天金紅流火。市井傳說從此流傳，每逢暴雨夜，啟德體育館的智能圖層便會顯現女子躍起扣殺的殘影，護腕上的獅子始終睜着眼。